位六環彩頻道嘅粉絲，你哋好啊！我哋嘅頻道好耐冇同大家見面，適逢呢個星期日係沙田馬場舉行中銀香港馬會嘅大賽日，波士吩咐我嚟提供幾場心水俾大家。事不宜遲，即刻為大家送上心水推介，包括第一場11號明亮光輝，廖康銘做好功夫而來，有機會一出即勝；第四場2000米賽事，介紹中心準成嘅4號愛心神區，相信今次會有好賠率，而且騎練嘅鬥志更加唔使懷疑。而喺幾場大賽中，我哋介紹第7場中銀一哩錦標，用7號祝願做膽，拖5號越盡歡欣，9號合夥奔馳，以及11號安裕。第9場介紹1號威利金戰，呢匹馬外地有一定嘅表現，相信金將只在小試牛刀，目標喺日後嘅各項大賽。至於練馬師王方面，大衛希斯呢日賽事有馬王助力底下，角逐練馬師王可謂如虎添翼，而半冷可敲廖康銘。今期節目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